来继续来看，新宇航空的董事长张国伟，定定做机长驶无人机载人客。最近有网友甲批评，讲坐到张国伟所驶的无人机，讲伊降落的技术真正袂使。张国伟是亲身来回应，讲迄是咧训练航班，毋是伊飞，是带学员飞。嘛有人评论，这个张国伟咧念注意事项的时阵，英语毋是真顺。张国伟这个回讲歹势啦。伊就是一个台湾囡仔，英语毋是伊的专文。8月中，科长张国伟则亲身驶新府飞西雅图，成真侪民众抢要坐，嘛要翕相。不过进前都网友笑讲，科长老英语敢若袂认同。若是坐新宇航班，就有机会听到张国伟的广播。有网友替科长驶飞龙机的技术背书，讲降落来有够载，不过读英文的注意事项就真袂认同。张国伟本人听到话，老话讲，我本来就是台湾囡仔，英文毋是伊上高的，歹势啦。This airplane divorce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this is the first airplane we will fly back to Taipei. 咱来看进前的记者会，科长老英语较受淡薄台湾口音，嘛算是讲甲真老。不过张国伟亲身留言回应网友，都毋是头一片。进前网友批评，坐到张国伟驶飞龙机，讲降落来技术真正袂行。科长本人亲身回应，讲真实嘞，迄是训练航班，毋是我咧飞，是带学员咧飞。科长和网友对话引起话题。新宇航空为8月27分钟为升规转为上市，说落来张国伟上要紧的，就是要拼手在年底之前成功挂牌交易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